第四話三，可以了嗎？素的聲音打斷了路子的迷惘。是啊，剛才問過，真的可以嗎？那個時候，我就已經決定要去跟爸爸道歉了。路子閉上眼睛，再度深呼吸。那就拜託你了。他下定決心回應道，緊盯着咖啡杯的眼神非常堅決。素依然保持一貫的淡定，舉起咖啡壺。真的要回到過去了。路子感覺到店裏的氣氛頓時緊繃了起來。在咖啡冷掉之前，安靜的店裏響起素通透的聲音。咖啡從咖啡壺裏注入杯子，倒滿的咖啡杯中升起一股熱氣，天花板猛然開始搖晃了起來。我頭暈嗎？路子望着上升的熱氣，不知不覺間自己變成了熱氣，已經浮到半空中。眼前的景色從上到下流逝變換，這到底發生了什麼事？路子混亂的腦中，意識慢慢消失。爸爸，日本東北地方太平洋近海地震，發生於2011年3月11日星期五下午2點46分。震源在三陸涌卯六半島東南東130公里，深24公里。是日本觀測史上最大的地震，地震規模9.0，地震造成的災害被稱之為東日本大震災。名取是因地震關聯事件不幸喪生的市民超過960人，11000多人疏散避難。這次地震的特徵是，跟巨大的地震規模相比，之後的海嘯造成的災害更為嚴重。海嘯侵襲名取市上的時候，距離地震發生已經過了1個小時，是下午3點52分。這段時間差，讓許多跟言唔一樣在地震發生後疏散避難的人，以為已經沒事便回到自宅，而成為了海嘯的犧牲者。言吾和路子住的地方是靠近名取市消防局上分局附近的住宅區，販賣路子喜歡的上章魚燒的店家就在自家附近湊神社的對面。這裏賣的章魚燒跟其他地方不一樣，裏面很紮實，用竹籤串起來，淋上又甜又鹹的醬汁便可享用。看起來就像是比較大的團子，跟普通的章魚燒比起來更有嚼勁。路子從小就喜歡吃這種上章魚燒，來到東京之後，朋友說好吃而推薦他的關西風味章魚燒，他卻不承認那是章魚燒。上的章魚燒是討厭父親延誤的管教而拋棄故鄉的路子，唯一懷念的家鄉口味是卡扎磨豆子的聲音，讓他清醒過來。在磨豆子的是眼神平靜的少女，高中生、初中生，皮膚白嫩，略帶憂鬱的神情很眼熟。消失在洗手間的白色洋裝女子，不對，很像剛才倒咖啡的女服務生。與其說很像，應該就是本人沒錯。因為觸腦後的馬尾變成了短髮，一時之間沒認出來而已。可能真的回到6年前了。路子難以置信地瞪大了眼，環視店內，想找尋已經回到過去的證據。然而，除了在櫃台後面磨咖啡豆的少女之外，看不出有什麼不同，仿佛只有這家咖啡店裏的時間靜止了一樣。克拉當
歡迎光臨。素雖然外表年輕，但開口招呼的聲音非常審穩。路子的父親延誤發出沈重的腳步聲，走進了店裏。路子的心跳不由得漏了一拍。這6年以來，他從來沒有忘記延誤今天的模樣。延誤也看見了路子，一面找找腦袋，一面走到桌子前面。不好意思啊，他說着，微微低下頭。什麼？讓你久等了吧？啊，完全沒有。這樣嗎？路子乍然回想起來，就在那天，路子露出了你叫我過來還遲到，簡直難以置信的惡劣態度。當時延誤的表情，他也深深地刻畫在腦海裏，滿面歉意，喃喃地說着，真的很抱歉。為什麼我只能用那麼糟糕的口氣跟爸爸說話呢？我可以坐這裏嗎？延誤把手放在路子對面的椅背上。當然可以。延誤在椅子上坐下，睜大了眼，直盯着路子的面容。幹嘛？一陣子不見，你好像長大了不少啊，延誤散散地說道。相隔6年的時間，延誤現在看見的是25歲的路子，覺得驚訝也是理所當然的。是嗎？路子一面回應，一面凝視着延誤臉上深深的皺紋和花白的頭髮。爸爸什麼時候這麼老了？他驚愕地發現，當時自己甚至根本沒正眼瞧過爸爸一眼。不過，延誤當然不會知道路子在想什麼。歡迎光臨。年輕的素端來一杯冷水。我要咖啡。好的。素接了點單，便轉身走回廚房。兩人之間頓時陷入一陣沉默。路子不知道要說什麼，該說什麼才好。看見延誤的眼睛，路子就眼眶發熱，所以雖然想看，卻還是忍不住移開了視線，這樣又讓氣氛變得更尷尬了。不過，他不想讓延誤覺得自己不理會他。對不起，一直說不出口的話，就要脫口而出。就在這個時候，先開口的竟然是延誤。對不起啊。什麼對不起？路子不明所以延誤為什麼要跟他道歉。想道歉的分明是自己。到大學那裡去找你。他想起之前自己激動的樣子，他沒想到爸爸會在乎自己的感受。啊，沒關係，是因為我都不跟你聯絡。延誤緊繃的表情仿佛稍微和緩了下來。自從母親去世之後，不管有什麼事情，路子都會先跟延誤唱反調，時常大吵大鬧。延誤可能以為他這次又要跟自己吵架也說不定。這個延誤想起來，把手上的紙袋放在桌子上，都是你喜歡的。他說着，從紙袋裏拿出一個小紙盒，雖然已經冷掉了，他知道小紙盒裏面裝什麼，是自己最喜歡的章魚燒，因為小時候媽媽經常買給他吃。老家上的章魚燒十分有嚼勁，跟團子很像的章魚燒。只要有這個，路子總會笑逐顏開。
將父親趕走的那天，看着散落一地的土產中有這盒章魚燒，不知怎地就非常火大。他覺得爸爸是想利用他對媽媽的感情來討好他，真是太卑鄙了。他覺得非常厭惡，但是不是這樣的。現在我明白了，父親是為了讓自己高興，才特地去買上章魚燒的。然而，我卻謝。路子的聲音在發抖，他沒辦法正視嚴的面孔。為了掩飾什麼，他舉起咖啡杯喝了一口，溫的。到這杯咖啡冷掉之前還有多少時間，路子完全無法推測。我到底是來做什麼的呢？我想跟爸爸好好地道歉。這種心情並沒有改變，但是到底該怎麼表達歉意才好呢？任性地要去東京上大學，對不起。媽媽走了之後，成天跟你吵架，對不起。總是不睡覺等我回來，我卻對你態度冷淡，對不起。爸爸打來的電話我都不接，對不起。常常頂嘴，對不起。有我這種女兒，對不起。越是思考，路子越是抬不起頭來。為什麼來東京上大學呢？為什麼總是吵架呢？為什麼那一天要說出那麼過分的話，將爸爸趕走呢？腦袋裏全是悔之不及的話。路子知道賢吾一直看着自己，難得見到一面，卻還是什麼都不說，真是不討人喜歡的女兒啊！爸爸一定這麼覺得吧？他不禁顫抖地思忖着，還是回去吧。只要把這杯咖啡喝完就結束了。路子發顫的手握緊着咖啡杯，結果完全沒有幫上父親任何一點忙。就在這個時候，賢吾看着路子的臉色，遲疑地先開了口：路子，要是有什麼困難的話，可以說出來哦。什麼都可以。不要自己一個人煩惱，不管是什麼事情，要是有困難，希望你跟我說咯。我可能沒辦法像你媽媽那樣，但是賢吾停頓了一下，下定決心似地抬起頭。即使這樣，我還是希望你能跟我說。路子想起來了。就是這種表情，不論是媽媽去世之前，還是去世之後，賢吾一直都是以這樣的表情望着路子。其實賢吾一直都沒有改變，只不過在那天之前，在路子的眼裏，只覺得那是憤怒的表情。快去做功課，早點睡覺。不要玩到3更半夜，交朋友要慎選人，不要穿那種衣服，那樣不行，這樣不可以。但無論何時都一樣，同樣的表情，同樣的心情，一直注視着路子。路子是被自己的偏見蒙蔽了，才覺得那是要壓迫他的態度。之所以覺得跟父親很疏遠，完全是因為內心的成見。那個，他竟然一直都沒有察覺。爸爸，我懷孕了。路子垂着視線，望向杯中搖晃的咖啡。他不知道賢吾現在是怎樣的表情。但耳邊傳來賢吾吐出一口氣，然後又深呼吸的聲音。他可能會生氣。路子心裏這麼想着。站在父親的立場，
會生氣也是理所當然。現在的路子25歲，但在賢吾眼裏只是1年前剛剛離開鄉下到東京，不到20歲的女兒。對方說要跟我結婚，即便如此，現在的自己還是想告訴爸爸，因為再也見不到面了。路子抬起頭，頓時凝睛住賢吾的眼神，非常寂寞。離開父母，獨立生活的女兒，或許在送路子去東京的時候，賢吾就已經預感到這一天不遠了。這樣啊，他略帶苦澀的微弱回應，想露出笑容，眉頭的皺紋卻更深了，讓他看起來像是在生氣。不過，路子想說的話並不是這些。